Set kita masuk. Okey, mari pula kita nak jawab soalan. Okey, dia tanya, Tuan, minta tolong buat penerangan tentang apa yang berlaku di Gaza dalam bahasa Cina untuk beri kepahaman tentang konflik ini. Okey, jadi dia tanya, okey, nak kita kecek bahasa Cina. Okey, kita kecek bahasa Cina, demo ni faham ke tak? Okey, kalau dia mau faham, okey, tanyalah. Okey, kita cuba, kita kecek. Kalau dia mau tak faham, minta maaf ya. OK， 好，大家好。OK， 今天听过有一个粉丝的，要我们用这个中文来做一些简单的介绍，这个关于袈裟的来龙去脉。OK， 好，我尽量试一试给大家做一个解释。OK， 想和大家谈一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关于这个袈裟的人道主义的这个危机。OK， 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大概接近于65,000的无辜的老百姓已经被屠杀。OK， 首先呢，我想大家看看这个视频先。大家看了有什么感想 ？OK， 这就是一个小小的简单的例子，在加沙 ，OK， 成千上万的孩子失去了父母，在他们当中呢，很多已经成为了孤儿，没有食物，没有牛奶，你可以看到，也没有这个安全的住家，在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之下，他们都完全没有得到满足。我们看着这些小孩的饥饿、受伤却无能而为力。这个苏木弗洛蒂拉这个人道船队，他们正在尝试突破这个封闭，把这些粮食、食物还有这个药品和生活物资，所有的送到加沙人民的手中。这不仅仅是一场挽救行动，但更是一个人类良知的表达。那我觉得作为马来西亚的华人一部分，我们或许和加沙的孩子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人道是没有国界，那慈悲是没有宗教。无论你是信奉佛教、基督教，或者是一般的普通人，我们都能理解。那在一个小孩子不应该因为战争而饿死，一个母亲呢，也更不应该因为药物短缺而失去了小孩子。那支持人道主义这个船队 Sumut Fortlia 就是在支持他们的生命，就是在支持世界的和平。所以让我们一起的行动，用声音、用分享、用捐助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关怀，还有世界的和平。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呢，任何一个小孩子的眼泪都是大家共同的一起的责任。在此呢，谢谢大家， dan kita nak minta anda komen di bawah juga, dan selain itu minta juga share klip ni untuk sayang-sayang rakan-rakan awak yang berbangsa Cina ataupun faham bahasa Cina. Dan terima kasih dan stay tune. Free for Gaza.